周律師你好，我係香港人。1年前咧係諮詢過你㗎，當時為咗方便，就喺福田口岸隔離揾咗一間律師事務所，委託佢哋幫我起訴離婚。當時咧佢哋承諾得好好聽，結果嘥咗成大半年嘅時間，連案件都冇立上。呢個係1個月之前李小姐揾我當日所講嘅説話。1個月之後嘅今日，終於收到咗深圳龍華法院嘅信息，經審查符合立案條件，本院決定登記立案。李小姐嘅離婚案件到底有咩特別之處呢？點解多次立案法院都唔受理呢？首先第一，佢哋兩夫婦都係香港戶籍；第二，佢哋兩夫婦長期住喺香港；第三，佢哋咧係喺內地領取嘅結婚證。呢一種情況喺香港離婚嘅話咧，係存在一定障礙。如果想喺內地離婚，法院咧經常以冇管轄權作為理由，唔俾你立案。客戶咧，佢諮詢過好多位香港同埋深圳嘅律師，都表示無能為力。其實一開始喺處理呢一種案件嘅時候咧，我哋亦都好頭大嘅，幾乎揾晒所有嘅法律文書，都揾唔到管轄嘅依據。戶籍地唔喺內地，居住地亦都唔喺內地，咁點算呢？唯一嘅突破口就係結婚證係喺內地領取嘅。最後，皇天不負有心人，我哋終於揾到咗1984年7月14號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原在內地登記結婚現雙方均居住香港發生離婚訴訟應如何處理問題嘅批覆。港澳嘅同胞喺內地登記結婚之後，喺港澳進行離婚訴訟，如果確有實際困難嘅，內地法院仍然應當予以解決。所以呢個案件，內地原結婚登記地或者係原戶籍地人民法院係可以受理嘅。起初咧，我哋仲擔心41年前嘅批覆年代久遠啦，有冇可能而家嘅法院唔認可呢？但係擔心歸擔心，事情仲係要做嘅，唔試下點知道結果呢？我哋首次提交材料嗰陣時咧，果然法院唔受理，原因正如我哋所預料嘅，需要補充提交香港法院出具嘅案件不予受理嘅證明。咁香港法院又唔會開呢一種證明啦，內地法院又唔立案，進入一個死循環啦。咁我哋點算呢？後嚟咧，我哋就發揮律師嘅專長，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引之以法。最後經過材料補充、情況說明、多次嘅商議，法院最終同意立案。非常之慶幸嘅就係咧，我哋近排處理過好幾單類似嘅涉港案件，經過我哋律師嘅努力咧，都成功立案啦。唔同嘅地區、唔同嘅省份遭遇如出一轍，先係拒絕立案，後經過補充，再同意立案。用我哋同事嘅說話嚟講，呢個亦都算係開創咗先河啦，解決好多涉港離婚案件嘅難題。